领取贵宾好夫人，想不到吏部衙门不绝官，文书今夏雷府里。是知趣，送了这样一份大大的厚礼，千岁也十分欢喜。是，原是他过七品园林，实在太小，命我另寻一份未出接他。可是这吏部已无空缺，这便是何是好？辛苦今日李居生，这称平凉之夫，特来领取贵嫔。哦，若生李居生，特来领取贵嫔。哼！你说你姓李？哦，姓李，叫什么生的？哦，李居生。哦，李居生。李居生，妙啊妙啊！
再来了，平凉知府已经有人了。这平凉知府明明是我，怎会凌于他人呢？不错，原来是你。可是千岁爷见你出手才官，只得另为他人了。我要灭绝千岁！三事没有千岁爷的准许，就是宰相也不敢敲门。天下竟这等其事！啊，九生兄也在这里。哦，李年兄，看年兄身上，莫非受了什么委屈了？千岁爷把我平凉师傅的官兵发给别人了。年兄，师母实言，你大概忘了上下左右通用一下了吧？李大人，李学生，是。官兵在此，祝你的平凉知府去吧。多谢大主官。假中棍，平凉师傅真能事，我何在你害，聪飞苦心事，经官兵被冒领，历代大将终身情。我要灭绝千岁！来人，有，进我当了出去。是。吏部衙门三爷问是老登，一句深根一笑声。
月份，如此说。你们姐姐俩死于失去娘亲，是今呀！弟弟，你不过是一气生病，调养几十岁为好病。弟弟，你歇息去吧，歇息去吧。徘徊观音来下天牢，把两亲子错财命，先不送去命不保。太元菩萨多保佑，保佑我弟弟平安，在红霞。
钱不够，无法说嘞。弟弟病势沉重，这便是好是好？姐姐，我们再想想法子解决不上。弟弟，那你快想来，你快起来，弟弟来。菩萨在上，清平弟子李素平，贤臣做他的谁早已频频敲破高府门，不要分，区区你是非聚苍生，到来时从西庙宇诉今生。姐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猫啊！姐姐，你看，弟弟来，看。金兵，当时的菩萨在演啊！弟弟来，弟弟。沈奎儿清唱，弟弟，这是哪里来的？姐姐，我老实告诉你，这包金子是我放在这里舍得的，是舍得的，放在一位年轻书生进庙拜过菩萨，不想最时抱着包袱忘记在这里。哎，姐姐，正好见我们的软妹自己。凤鸣，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？姐姐，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追上去挽救人家？这管不上了。你既宽到那位书生出门，正为追管不上，哼，分明有意夺人贤才。姐姐，弟弟，你怎么放了弟弟平时给我们讲的故事了？弟弟，现在不成家来生，只是不应他心境。弟弟，唐朝一夫配丞相，早年潦倒已穷困，生得今代风完成，再想不起赵凌云，功名啊死于理想，好志向，企图建立女同心。姐姐，我没有忘记这些故事，我也是为了弟弟呀。我随此要发到此报，无钱马的林子草，眼观察老夫谁去救先生，孔明心中是道教，要杀刘金，要扶奸，要走门路，迎坡道，地上如此把良计，上衙门判死了。弟弟，这就更不得了！弟弟跟着吴美国，启程一回去逃跑，因缘平民困出庙，也因此设计是当我事事笑。弟弟呀，躺着设计书生仙酒，你良心何在？
是个良心姐姐。天理终于上颠倒，良心早被苟且掉。我弟弟满腹文采对我上，那如今一肚是草穿红包。今日我父非三界，今夜报真是天理不能少。只看八位弟弟与病儿心悲，弟弟生怒儿自谁？今日全界紫金兵，他年风闻李家辈，不了天当街衙门不平路，你何必人家口味弄多为弟弟，哎呦！你把为我名字的教诲都忘记了。我也为了你呀，你幸福，弟弟，奉命而来。风尘与虚伪，深沉而夜空不弃于他俩，品格飞动用手背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今日奴役些，十人结在是淫秽，为人只要讲不上什么去听真，岂能与客官你去上台？今日为吾将你当一公，何时忘了话是有为，话是弟弟，哦，大不大惊？可曾见到我失落在此地个宝囊吗？啊，你姓什名人？失落宝囊，内有何物？我叫陈奎，宝囊之中有100两金子，万于书信一封，这金子乃是天父所在的性命线呐！你就是陈奎，失落宝囊在此。弟弟，恩臣。
这是你怎么说？这是性命线。哎，这真是人间奇冤呐！公开过大明朝，为官专权气也小。我不常奔把当女嫂，反派无业下天牢。如今父诉尽，已把娘先不送去，并不报。如今老身，
呀，好了，你姐姐呀，她是说不出口的，还是我来挑明了吧。这些啊，不是姐的，不是姐的，是买。姐姐，我姐姐不能买。哎呀，写都写定了，是了我啊，才可着二不了大家去买它呢。我也是为了你们的好。我姐姐不能买。哎，小弟弟，小弟弟，哎呀，小弟弟，我家是开宁府的好人家，我买它去啊，是与我女儿做保，你放心。我姐姐不能买。我家里才比王儿才相扶，也是今天巷子人头看你他们，我买它去，我管要弯头过，呀名字当今养灯鲜花教育人，妻子我是不花生。好了，二不良文人在此，你们姐弟二人啊，好好的谈谈，安排一下。妈妈，我到那边歇歇去啊。我姐姐不能买，妈妈，好了，我姐姐不能买。是这样的，妈妈，姐姐，你不能买，要买买我，要买买我。必不能再把斯文
起盼终身。二八两分明，比我记里两厘分。姐呀，我俩与小商娘亲，长期为我思故语，你夜来为我走真心，时间叫我破斯文，姐弟两相依为命，共成婚。美妙你，姐姐只怕我也闻不成。万古尘啊，遥呀那红炉这只有飞腾，指望你奋发图纸可用心，双丝发要带心莲，泥土丝片要披月影，但愿这八两分银也翻心。兄弟知情云，你早一生你把关注，连接风东不团圆，做好官亲似水，是离别真百年，谁知道结于今晚，死了那流听之辈皆凌晨，老几子乌纱对唱是青天老几子。姐姐生你是埋生命西姑姐姐有口无泪恨更深，我既是谁黑的对官有伤命，我既是谁比我姐姐去美生，美生你是血泪你，他叫我原谅事故去。
情，不负姐姐一片心，梅花春日连得情，不负姐姐一片心，今夕分章灯下问，不负姐姐一片心，字呀字字去忙情，不负姐姐一片心，生死换生死气生，一朝要挂望君营定，杀团棍不留情，一朝要挂望君营，听杀团棍不留情。叫李素萍，你们做姐姐的呀，快去关照关照，去吧，他来了你。
子，不，燕子。何必再等3年呢？妈妈，我可以写什么文为你上写？妈妈，我家有员工4人，再有3年更长进。亲戚说话你金砖，丝绸却不要更生我立志，不做娼女做才女，卖文又是孤光。就是一个人善良，给问一片善良意。3年前你爱我等我为你，少女给我接话题，你的一个杀猪元宝也不爱你我这个。我当儿子过世生。买是一副3两问你，作文一篇，问你3两，亏你说到这去了，不怕人家削掉牙齿。妈妈，你看，这是我上山手写梅花算子。妈妈，你看，这是我的诗字文章。妈妈，你看。相识于家是啦，杀得过东城我见生风华，西大王冠边际，自从还公道自己，来虎归来不卖笑，恰卖文。
这一包一送，我送你了彩对福音上。心断结，我岂非白白把人子抛？倘若他故真生才女，岂不是生不大，千金买笑？当那是归来身靠金贵，李子三倍，李子三倍。哦，今好，那就好吧。谢妈妈，这是我有话在先，要是3年之后无人买你的文章，你还得听我的。姐夫来了，姐夫来了！啊，姐夫来了，叫姐夫了。妈妈，你看，妈妈，今天那些官人们快要妹妹的诗文哦，只怕见说没话说，本身其实与穷尽没票子。
话，外面许多大官人用出3两纹银买你的一片诗文，我的，嘿，妈妈我姓陈，从今以后你就改名陈三了。我买笑，怎买文？全体白上。这是新到的惠贼香吧？这是加了羊毛，都为小姐送来。你在送些，许文此来，我妹妹等着用呢。哦。姐姐，这是刚送来的香丸与羊毛，你就安心写吧。谢姐姐，我醉了，宋姐姐。哎呦。
姐姐，凤鸣，姐姐，弟弟。现在还不开。姐姐，凤鸣，你做了官了。是啊，凤鸣做官了。不为弟弟在天之灵，不为姐姐一片苦心。姐姐，弟弟，姐姐呀，3年来父亲的自作有名，苦读经世举功名，今日是乘风得意，马蹄骑踏马红缨为引领，我才华为官前不好，飞房基地国错情。虽说是官风微薄难应举，我自己称来二不良民，说我姐姐出火肯还我姐姐，请他命凤鸣，你我当年才在一起，你今为妻做满大庭，你今日你曾经为妻上风花，那你归我的才名。我没有才，我弟弟没有错，没有才，我弟弟没有才，没有才，我没有才，没有才，我弟弟没有才，姐姐，弟弟，姐我弟弟没有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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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弟弟没有才。妈妈，我梦见我弟弟被人抓去了。哎呀，宋家生活是相反的呀。是啊，弄出此言不出书的。妈妈，我要信弟弟，我要信弟弟。儿郎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帮你找到弟弟，一定一定。这是你呀，要多写写文章，赶快多拿些好的字眼来。大姐，你是报市里见过的大贼，你是沈奎，沈公子。恩臣。这是你怎么做起虎狼来了？这真是一言难尽啊！我家为难府中之，帝王狱中养就是来无定求情不女，为无继父内与全父郎不舍不能消沉啊！事已至此，我也不难。再讲，现在讲不用了。现在讲，我愿恕你一别之恋，你杀不应气，从今之后，你就做我的弟弟吧。
就要上京赶考，请万万要珍惜时光，攻读诗文。
离家门。
还是那样的贱哦。老了，对法都不啦。哎，老归老，像今朝外面醉啊，里面好。是啊，我每次经上路过定州，都要来逛逛富城园，看看你家善良姑娘。是啊，妈妈，善良姑娘她好吗？听说她身居卖文为生。哎呀，张大官人，你哪里知晓？是从省会上京医院商量他文章不写，引人难尽。哎，这真是野花不种，年年雨，烦恼无根，日日生哦。妈妈，既然善良姑娘一直不肯为唱，那你还留她无用呢？我到上人送礼，可我还送金啊！哦，7年了，我张之成还是那么一句话，愿差1000两，随他足够3万。哟，你不是在问我的要钱是吗？妈妈，听出神亏，中了上元，奉了8府巡按。善良姑娘迟早是要跟他走的，这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妈妈，我看你还是哈急，等一会我再来听你的回应啊。1000两，哎呦，幸亏在此期间，我是欲当欲马，不让他读书。如今他要是真的中了状元，封了姓，他是一定要把上梁截去的呀！哎呀！我实是当开玉龙放彩梦，岂不身在两头空？不知不发生苍凉，神会知道定难用。好在那位知报上，多把商量来宽重，假设到我变神教，管他70年来哦，我一面端他把商量来，一面报喜把神送，就是神会已告终，叫他关进去相逢，自古将在心下生。也曾经我远在高地逍遥他乡，万日那得一程风。好一个很落的一层情，红颜满园马放。
哦，原来武定州富城县有一烟花女子甚善良，被卖于自保商张子成为妻。可这坟区上面一幅红笔全点二幅官兵印玺，而这坟区之中却交了张200两银票，分明是要本州给上国营，将这女子顿于他为妻。这算不算团章？这算不算受贿？哎，这银子收也罢，不收也罢，那女子能跳出虎坑，总是件好事。本州力大圣贤，下面听了，索取常州客店将剩3两带来。是。上至内安家200年，都与我心叹得意不宁，花枝叶心空长此。莫非是眼光把你自有成？我怕是太似水也了，想我李凤鸣这年路怕早坎坷，一朝风云得成形。我乃是新官初上任，备可应酬出分明。官风是背水欲出心，长久又是个穷衙门。想我父一生清白，一生悲，这世道苦守本分，离情隐蔽。我想的太多了，妻女从良本好事，虽曾经灭真来一生，屈子遇到不顺吞，莫上天理偏公正。禀大人，剩3两带到。带上来。是。小女子曾3两，口径
沈三娘，是谁将你埋于客上？当家宝儿，既然是此，理当跟那客上先去。小女子不愿前去。此水中粮如何不好？真是不愿。小女子外与下心未必，由你将来。大老爷用兵。我也是4岁被骗落风尘，我不愿下仙见他生，乃本必生了要见事，才报谢善良亲把身，今日里宝儿团才没良心，本地里将我埋于张子成，那老看年纪其实是封建做，我善良24岁真清纯，遇到是神风木骨不是人，老夫少妻真恩配婚，沈三娘，想那老客虽年轻气盛，可他乃是自保上身，家财万贯。你到他家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与哪一点不好？荣华是言，富贵是云，小女子的心不会被那荣华富贵所夺。你莫要错过这从良机会。我宁愿为父成冤，也不跟那张子成先去。父生，你官员落水为妻，岂不有儿女父母养育之恩？小女子虽落风尘，却从未丧失廉耻。想那张子成依仗在世，将我骗卖到此，我杀却忠于他，这才有份我爹娘养育之恩呢。他等，当当自报上好意说你从良，真是骗卖。你说这要降罪，定用他应审你。大老爷，你几次三番苦苦逼我随那张子成前去，莫非你得了他的好处不成？一句话戳进我心底，倒叫奉你恩切记。大胆烟花冠定罪，不是引发的不是情。来呀，将这先生张罪是上。且慢。想那老客送我银票，无非是要本罪将这女子断与他为妻，我才为此当出个好歹。陈三娘，你到底去是不去？大老爷，为官民事公道，不读明理最为高，褒贬清楚须分明，莫把是非都颠倒。大胆刁妇，尽管顶上本府报效公堂，这晚了得！来呀，审他！
沈三娘，你到底去是不去？就是大老爷却当小女子，就是刚到家庭，我也绝不嫌去。哼，好一张利口，当上也有文契写的明明白白，岂为却断了你？请问大老爷，这文契上面可有小女子亲笔画押？赋予可有官凭印玺？给本罪勾上官印。慢！这文契乃是府定罪所写，要给官印也是府定罪所给。你乃设的长罪，只怕你给不得官印。沈三娘，你再三不肯离开府定罪，莫非在哪里还有什么牵挂不成？别无牵挂，府定罪与我的兄弟。哦，明白了。待本罪将你兄弟转来，和你一同跟随那府上前去，祭地也可早些相见，你看是何？我那兄弟只怕你算他不同。府司堂长州衙门，难道传不动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吗？我那兄弟也是个做官的你兄弟做官的，哈哈哈哈哈！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，也做起官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我兄弟不但做官，还是一个大官，总不见得和我一样是个扶贫之州吧？我那兄弟的官比你还大，衙门比你还宽，机关比你还高，难道是朝廷钦差不成？真是不服心哦！沈三娘，你那兄弟哪年中举，哪年应试，新人你再快快将来，稍有一言差错，难免使用大刑。大老爷，请听
一是还原陈大圣。我知道凭空得来人儿把，谁知道破天理。哦，来呀，也不快与关公宽恕。是。关公，请坐。不对呀，我想神魁大人身为新恩，岂可让他姐姐落水为棋？一定是我将他当劫了，故意拿新恩来向我的。沈三娘，你与陈大人可是一母同胞？非也，莫非是所不知的？也不是。插手！大胆沈三娘，你与陈大人亦不是同胞水族，而不是所不知的，分明是心亏敷衍，欺骗本府，这晚了当。小女子万有下心为病，讲。我与神魁同是天人罗成，自然去和记的成，百门与公子相配，患难相持神之意，为是神魁与成妻，不知道他花分多斯文，我也那是今世事少得能，烟花女我情是做先生，谁来的我手机里，数年岁月苦费心，8月为师父亲人，七夕他山顶加上总配名。言道，他不但是陈大圣的恩弟，而且还是陈大圣的恩师。不对呀，我想这个女子有些牙分也是有的，可也教不出状元来呀。此话非别可信。沈三娘，你自称是陈大圣的先生，不知你教他些什么？教进士识字不讲，教书法梅花篆体。梅花篆体，想着梅花篆体，我姐姐能写，难道他也能写的？我姐姐能上手书写。沈三娘，本就要看你梅花篆体写的时候，可否当堂写来？这请老爷私下禀命，来，去问王四宝与他。请老爷再是一只狼好，这要一只何用？小女子是有练得，上手能写梅花篆体。哦，能上手写诗吗？这，借他一支。逍遥七成光，自别成好。
想这世界之大，夫妻不渝，姐姐上手能写，人家也能写的，是把烟花女子出人为姐姐，岂不落过笑话？像我家虽有历史资本，只有一个计，外人不知，不妨问他业绩在身。来，将本罪的罪业估计取来。是。沈三娘，本罪要问你罪业估计，你可通晓么？方才要我事先梅花传题，事情有本罪业估计，莫非他？哦，不为我历史门中，不为此次张国，你真不为的？老爷这官分嘞，已经64卦第28卦无名这样讲的。第28卦名为大故，利于有王呵。是啊，苦养身体，老夫的少妻无不利。按此而言，老夫少妻没有什么不利呀。老爷枉不敬问，竟算团聚不明，挂名他故，实是大大的过错。寡问老夫的少妻夫不利，夫事实不应有这样的事，不利事实才有此事，乃是大大的不吉利。总而言之，第28卦老夫的少妻，乃是大大的过错，大大的不吉利。沈三娘，你此种之节从何而来？小女子这种自节，自我一家与众不同。你识的是哪一家的一军资本？家有祖传历史资本，共有几卷？共有3卷。在何处？有一兄弟，从首先常有传世。写的什么？写的什么？幸福一吹他！是。祖辈74岁，我解释家风双后退，他言在语。今生团长多少？这团长多少200两。见风长城外啊，若可他当上多饮水多心不痛，是今我
一情传，一代为关心发关心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苦尽灯，报恩是回来，到平心。苦尽灯，灵隐神你儿把了埋身啊你，从此后10年守着妇人心啊，可怜我被偏也落在风中。回家风诉情啊悲，是不足银杏送去埋小人，写诗埋文献祭草药，一朵成你的莲花布，我送父亲远中曾善良，心想你比往年，一起别来相唱你。比之你梅花常是苦对啊走，翻开诗卷相差你，不知你晚长夜落苦用心，其实那十度的小嘴飘苦呀。
这里领子婚娶，说都将数年房主为天本身，皇帝良辰美得家。我派人到府定州接你，那当家宝儿子你已不才人知，但不知你又是何来到这沧州衙门？我在这里当官司，眼里尚有银子，借也些于为己。二姐要他何用？可恨当家宝儿将我卖于张子成。我不愿前去，谁知沧州知府团长社会用银强逼我讲，眼底尚有银子，送也献于这位老爷，免得为己再受苦也。是他。就知府鬼官做事太不该，利用凶心团钱财，我是山去兵难清团。来啊，与我这去木上拖下去。到。是。啊，姐姐。二姐，他就是你失散多年的同胞兄弟吗？真是千万国法来定财。二姐，李凤鸣团长王法不应言判，这是我向恩弟父母早亡，姐弟又失散多年，
使得今日重逢，更见婆叔自称功名来之不易，既是恩姐的亲兄弟，又是初犯，你将他关将一击，已是军纪，也就是了。要是他不是我的同胞兄弟呢？难道这官场之中失了军衔，就是人情？只有这神仙金剑，金剑成金，这世上只有这神仙金剑不成。恩姐，小弟立志心里自卑，决做良妻。李凤鸣他该当何才？这是屡犯从年法办，这是初犯下者为民。是此大人请上书。三两求你三件大事。哪三件？他初登仕途免受贿，有才当着杜沙帽，王子汉发是名同，你要这法是啥是公道？哪儿哩？你谁在富春园里买坟葬，终是生活平康。你管风风鸡我分二八两，说你几斤差不康。那三哩？这什么？为记住你的三伤，你娘我带了凤鸣返家乡，喝茶谈饭80之多，做一个神仙清灵之高尚。10年来，他生死流于飘四方，父神教诲观空养，实作谁曾千古恨，回头真是好时光。这真是主官用意深深呐，我要再带弟弟在身旁，从今后读书做成从起头。姐姐，叫你不做虚梦，做栋梁他
很喜。